造反者的内战，亲不亲派来分。两大造反派。血与火的较量。1967年1月6日发生在上海的夺权行动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中国各地纷纷效仿敢于夺文汇报大权的上海造反派，刮起一股夺权之风，各地省委相继垮台。同样受到鼓舞的西藏造反派于1月11日晚宣布夺西藏日报的权，这是赵总发起的第一次进攻。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自治区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相继被夺权。据西藏大事记录1949至1985记载，1月23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和首都赴藏造反革命总部代表拉萨300多个造反组织主次召开了有2万多人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誓师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西藏全区人民书，并举行了火炬游行。席卷全中国的夺权之风导致社会全面动荡。由于中国各地第一把手同时兼任军队要职，在他们的抗议下，毛泽东命令军队干预造反派的行动，希望军队能够恢复混乱的秩序，并在2月上旬指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于是全军上下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而所谓的右派皆被锁定为夺权的造反派，因此各地大打出手，血流成河。前去接管西藏日报的西藏军区还算慎重，没有向赵总开枪，而是将整个西藏日报社包围起来，实行军事接管。几天后，陶长松等赵总12名骨干被捕。于是在军队的压力下，第一回合赵总受挫。很快军队的这次报复行为又因毛发现对文革不满的军队当权派是乃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威胁而被斥为2月逆流，加以全盘否定。1967年4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下达施一指示，表示要为造反派平反，同时命令军队停止镇压造反派。关押71天的陶长松被释放，赵总东山再起，大莲子暂时失势。1967年4月，得意洋洋的赵总在拉萨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谴责大莲子。无数红卫兵从中国多个地方抵达西藏，以示声援，其中就有从清华大学再度返回的达瓦次任和阿王次任。他俩原本在2月中旬与40多名首都红卫兵一起，被西藏军区的2辆卡车沿川藏线遣送至成都，以是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赶出西藏。但在施一指示公布之后，他们重又打道回府。赵总一度被取缔的精锐组织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得以恢复。陶长松继续当赵总的总司令。我问他，把你们放了以后，你们又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我们继续加入嘛，又回到总部，还是核心组织的人物。既然没说我们是反革命，那就说明我们是对的，中央都平反了，那就继续干吧。当然我们也免不了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一下组织。我们放出来以后，很快就发生武斗了。1967年5月，张国华调任四川第一把手之后，西藏的高层官员为了争夺张遗留的权力空缺发生了分裂，各自利用群众组织明争暗斗。不久，因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7月22日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在全国掀起武斗高潮，武斗有了合法的理由，拉萨爆发巷战。
又从巷战变成了攻打战略要点。西藏各地的武斗也频频发生，只有处于军事管制下的一些边境线除外。西藏日报甚至一度停止出版。起初武斗的武器十分原始，竟然是石头武斗，西藏的一种放牧用具，钢条、长短刀等。据说还有以往的信徒为表明借杀生而交于寺院的矛、盔甲等古兵器，甚至还用土办法制制了枪支和炸药包，但很快就出现了真枪实弹。这类武器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明抢暗送，指的是同样存在派系冲突的军队，不但不可能在两派之间充当公平调停的角色，反而在暗中向两派提供枪支弹药，或者任由两派去抢军械库。在武斗中，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置对方于死命，其他原始酷刑如挖耳、割鼻、断指也频频发生。法国街头还出现了被铁钉活活钉死的2个赵总成员的尸体。不少古老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已在破失旧中被砸过的寺院继续遭殃。这些寺院因为地理位置显著，使用面积宽敞而成为两派据点，如小昭寺、车门林寺被大莲子设为广播站，大昭寺、丹吉林寺、喜德林寺被赵总设为广播站。无论在文斗还是武斗期间，广播站都是两派非常重要的宣传阵地。为此，针对广播站发生的激烈战斗十分频繁，而这些寺院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屡次战斗中饱受打击，如喜德林寺4层佛殿只剩残缺3层，之后一圈深色，成了解放军军营，还成了藏剧团、黄梅剧团的驻地。格鲁派重要的密城学院乌如寺则被话剧团和豫剧团改为驻地，吃喝拉撒亦如俗家大杂院。西藏的武斗惊动了北京。9月18日，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西藏军队和地方主要官员，专门下发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5项指示，但武斗已然失控，越演越烈。在西藏发生的武斗，以东部昌都地区最为猛烈，被打死的人据说有200多。按当时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算是很高，昌都的大莲子和赵总各有自己的烈士陵园，死者既有藏人也有汉人。军械库被抢是导致武斗恶化的主要因素。一位亲历1968年初昌都军械库被抢的大莲子成员向我详细讲述了事件经过。他介绍说，军械库里面什么枪支弹药都有，54手枪、79步枪，过去藏兵用的英国枪等，还有手榴弹、重机枪、轻机枪、歪把子机枪，还有火箭炮，就跟在电视里看到的塔利班用的武器一样。我们总共抢了3-4次。赵总当然知道大连指去抢枪，他们也去抢。我们今天抢，他们明天抢，都抢的是那个军械库。反正武器多的是，抢不完的。部队一方面因为派性各自支持各自的派，一方面也人数太少。起先只有1个排，那不算什么，去抢枪的都是几百号人。刚开始部队想要拦阻，结果2-3个人拥上来抓住1个兵，动都动不了，也就顺水推舟，有2派去抢了。这以后武斗的就不得了了。在被抢的军械库中，扎木军械库被抢是一次更为严重的事件。扎木来一小镇，为藏东波密县驻地，
当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昌都地区，1983年划归林芝地区。这里有西藏最早的木材加工业基地和机械厂、运输站、地质队、桥工队、防建队等，也有军营、兵站、粮食仓库及其军械库部署于此，并且有关押众多藏人政治犯的扎木监狱，曾名为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第二劳改队。两派出现之后，工人众多的扎木基本上是赵总的天下，虽然也有大连子的势力，但非常弱。1968年夏天，驻扎在扎木镇的军械库被当地赵总多达上千人所抢。据说守卫这个军械库的军人也支持赵总，可以说是他们把武器拱手相送。据说里面的枪支弹药之多，甚至可以装备一个师。大量被抢的武器运往拉萨、昌都等地，赵总的力量迅速得到极大加强，导致西藏武斗升级，也有不少武器流失各处，在第二年的所谓再叛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是最令当局头疼的。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